行政室整合翻新工程，歷經27年使用，行政室迎嚟天花、牆身與地板嘅三位一體全面翻新。工程首先徹底清除老化嘅頂面批盪，將裸露嘅線路管道隱藏收納，並重新粉刷環保油漆，配置大面積 LED 平板燈，營造明亮開闊嘅辦公環境。本案核心在於機能重組，室內全新增設2間獨立辦公室，牆身採用水泥板內填隔音棉，大幅提升隱私同隔音表現。同時將舊儲物室改建為全新茶水間，內置定制櫥櫃、科學供排水系統同多組安全電源，徹底完善生活機能。正門入門處新增接待矮櫃，方便來賓填寫資料。牆面則增設一體化封閉式吊櫃同陳列櫃，釋放台面收納壓力。地面項目徹底告別舊瓷磚，全面鋪設工業級專業地膠，全面提升防滑、耐磨度同行走安全。從天花重塑、隔音優化到極致收納開發，全新行政室以最理性嘅空間重構，完美兼顧收納、舒適與人性化需求，築起學校最高效嘅行政核心後盾。